歌手譚嘉儀喺社交網度拍短片，搵嚟無線小花鄧依婷細說愛情疑問。譚嘉儀問對方拍拖嗰陣有冇試過因為唔係唔愛對方而分手，鄧依婷就話真係冇喎，每次都係我唔愛佢而分開。咁灑脫。譚嘉儀又問到愛情、理想同埋目標會點揀，鄧依婷又話疫情嘅時候上內地拍劇，嗰陣時仲要隔離到第14日嘅時候就確診，咁咧就冇得拍啦。嗰陣時咧我就有2個選擇嘅，我就隔離多7日，咁就留喺內地，都未知道有咩工作嘅。係咯，第2個 option 咧就係第2日即刻返香港，因為嗰陣時有個男仔佢就安慰我，佢就話唔緊要啦，唔好唔開心，唔使驚嘅，你即刻返嚟啦。都諗咗好耐，最後我都決定我繼續留咗喺內地。咁你即係話咧揀咗呢個目標，先放棄咗愛情，嗰時都好糾結嘅。之後2個人合唱譚嘉儀嘅告別的平行線，相當之投入，亦特別有 feel。各有各好不好 We just let it go 告別係你觸碰將此刻長早不再細數互相心裏有數能安好